续要来讲，咱的政府5月初2后礼拜二就要开始帮6岁到11岁儿童来注这个莫德纳。也毋过指挥中心昨个来宣布，儿童辉瑞疫苗嘛要来咯，差不多5月中旬就会当开始注。这是由地方政府扑跳，因为这个莫德纳的家长意愿表拢已经收回来啊。即摆常常搁加一项辉瑞的选项，恐惊会影响到家长的意愿。也就是讲，这个学校的行政流程又爱搁增加一遍。台北市的副市长蔡炳坤就来痛骂讲，这个儿童疫苗的政策根本就是远水无能，拖死三军。打灯回去要多喝水，多休息。护理师咧讲，注意事项甲小学生注疫苗，不过其实这是无语的演练。儿童莫德纳疫苗台北市按算5月初5开始注，为了予囡仔注射更较顺利，北市教育局找各校的校长开线顶的会议，伫幸安各校模拟一摆演练的流程。台北市副市长蔡炳坤嘛来啊。好，那这边会来做一个模拟施打的动作。敢要予6到11岁囡仔注莫德纳，原本有46%的家长讲好，想要到中央28号搁讲儿童辉瑞疫苗顺利签约，按算5月中就会当注。消息一出，互地方政府头壳摸咧烧。如果说BNT 疫苗来了，那因为它都是不同的一个注意事项，而且呢意验书也不一样，也是特别针对不同的疫苗，所以势必我们又要重新再启动一次，让孩子接种疫苗，让家长充分选择。蔡炳坤昨暗时才伫面册写辉瑞儿童疫苗要来啊，家长一定会想要选择，不过嘛影响到注莫德纳的意愿。伊强调儿童疫苗注射要有完整的规划，形容宣布辉瑞要来根本是众水无能，添死三军。因为那46%已经同意的家长，他可以反悔说我要打 BNT 吗？当然可以。以意愿书有家长有表达意愿的，我们才接种。这个讯息才在昨天才出来所以基本上目前还没有很多的家长来询问，我们都能够接受。那行政程序也一定会做得完美。儿童疫苗会使有更较侪选择，原本是真好的代志。不过，到底要注莫德纳，行政定数搁要重新走一摆，恐惊嘛互基层人员真烦恼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乃瑜，要教给大家2个任务。第一个，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，你按赞了吗？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赶紧订阅起来，还要记得按赞，开启小铃铛哦。